買樓咧最緊要就係地段啦，而家中山咧旗江新城108天譽咧就係地鐵上蓋嘅一個物業嚟嘅，屋苑咧步行200米就到旗江到站噶啦。我哋項目咧坐地鐵45分鐘就可以去到廣州珠江新城啦，咁一個站咧就可以去到中山站，可以喺中山站啦，可以坐深澳鐵路啦，都可以去往深圳嘅。交通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方便。我哋項目咧係自帶大型購物綜合體嘅，裏邊咧有購物廣場啦，有餐飲街啦，旁邊咧有萬象匯啦、QQ City 啦，同埋富野城，都係10分鐘嘅一個車程就可以噶啦。屋苑附近咧仲有深港巴士，可以往深圳同埋香港，交通都係非常之便利。係108天譽嘅小區園林裏邊噶啦。一共有2座嘅，2座同埋3座，賣緊嘅面積咧係有47方同埋73方嘅單位。屋苑外邊咧係有162畝江濱公園嘅，周邊咧有芝麻嶺公園同埋人潮公園，由我哋屋苑步行出去都係幾分鐘嘅時間。平時得閒咧散散步，咁周圍環境空氣都係比較舒適嘅。住喺呢度咧，過一個紅綠燈就係亞丁尼創業學校噶啦，咁啊都係國際級嘅一個學校。離屋苑2公里嘅範圍都有省1級嘅中學、小學嘅，咁啊小朋友讀書方面咧都唔使愁。大家最關心嘅就係平時醫療嘅一個方面啦。呢邊咧附近10到15分鐘嘅車程咧就有人民醫院啦、中醫院啦、北愛醫院，呢啲都係3甲醫院嚟嘅。呢啲咧就係我哋住喺中山東區真正嘅一個方便。一齊上去睇下我哋嘅示範單位。而家置業咧係唔限購嘅，無論咧係香港朋友、海外朋友同埋大陸嘅朋友都可以直接買嘅。咁我哋呢個單位咧就係47方嘅，咁啊買一層送一層，超高嘅一個實用率，都可以選擇毛坯啦，同埋精裝都可以嘅。咁啊總價咧30幾萬到40幾萬就可以買低呢個單位啦。呢個單位嘅設計咧，樓上係做咗2間房嘅，樓下咧仲有一個儲物空間位，再到呢邊咧仲有一間1.5米嘅一個大床擺喺呢個位，咁樓上樓下都可以入住。咁我哋呢個單位咧，望出呢邊外景咧，就係睇翻小區嘅一個園林嘅，遠景咧就係望翻嘅大平層嘅位置啦。咁樣嘅一個單位咧，一啲都唔壓抑，而且咧住落嚟係好舒服嘅，係雙住兩用嘅，咁亦都可以辦公啦。對於好多年輕人嚟講咧，咁可以創業啦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咁我哋仲有一個單位咧，係3房嘅，650尺。咁我哋過嚟跟住鏡頭去睇下。係啦，呢個咧就係650尺嘅一個單位啦，亦都係4.5米嘅層高，買一層送一層。咁啊呢個戶型咧係好市正嘅。咁我哋咧樓下咧做咗一個書房啦，咁大概一個客廳位啦，超級舒適。咁我哋呢個